12歲仔爸爸攤頭顱骨放雪櫃。惦记着俺爸爸是不是还卡了还餓了，是不是結束了。12歲本來應該喺學校返緊學，喺屋企有爸爸媽媽照顧噶。不過喺山東嘅劉洪洲，每日就要留喺屋企照顧癱瘓嘅爸爸劉德軒。餵飯餵水翻學換碟子。佢3歲嗰陣，媽媽離家出走，兩父子相依為命。舊年10月，劉德軒遇到車禍，腦部嚴重受創，醫生切走1/3嘅頭顱骨，減低腦壓，保翻住條命。出車禍那時候做了那個1個多月，沒有錢治療了嘛，不是，沒有錢治療了，這不是說是老來交了。被切落嚟嘅頭顱骨就暫時放咗喺親戚嘅雪櫃裏面。超過8年了就用，可能不能用了吧，平時。長期瞓床，劉德軒營養不良，手腳關節硬化，身上都生晒瘡。有熱心人知道呢兩父子嘅情況，送咗唔少嘢食同埋衫俾佢哋，亦都有醫療人員上門，認為劉德軒太弱啦，腦積水令到佢出現感染、發燒，要等好轉先至可以做手術放翻頭顱骨。洪洲希望爸爸可以盡快好翻，自己就可以快啲翻學校讀書啦。